一桥，大地平安，人生地固。在台南市长黄伟綽以及多位在地民代居民的见证之下，善化莲潭里活动中心正式动土。在107年整编之后，我们莲潭里就跟我们小新里分离。那么那个时候，我刚才讲了，小新里是将近7000人，现在我们莲潭里就6057人了。善化区公所表示，莲潭里因为附近有人口，带动周边生活机能，人口数大大增加，因此向市府争取新建莲潭里活动中心，并设置公社民营托婴中心，和当地更完善的护理设施。莲潭里也是全台湾最有钱的10个里中间的第6名啊，所以说可以说是一个高品质的社区，但是很需要一些都市机能的服务。继莲潭国小我们先前已经落成，已经开始招生之后呢，里的活动中心终于在今天也能够顺利的动土。那中间牵涉到了这个总经费大概高达4700万，那这个中央国委立委帮忙争取1638万。那地方大概支持在3000万左右。活动中心规划兴建2层楼，预计第113年完工。完工了后，将提供当地居民一个休闲机会以及办理各项活动的所在，增进在地的生活品质。但是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